안녕하세요，歡迎收睇 Toxic Baby 嘅大叔韓星日報。最近香港經歷住慘痛嘅事件，借用朴寶劍喺媽媽頒獎禮上所講，致上最高嘅哀悼之心，盼望一齊記住呢份傷痛，並且一齊向前行。Toxic Baby 今集會再講下朴正文。截至 Toxic Baby 做呢條片嘅時候，即係2025年11月29號青龍獎舉行嘅10日後，華莎嘅 Good Goodbye MV 嘅播放次數已經去到5000萬啦。朴正文同華莎而家可以話係現象級爆紅，甚至紅到去海外。Toxic Baby 整嘅短片有好多留言嘅都係外國嘅網民，而喺韓國國內甚至已經興起咗模仿嘅熱潮。喺 IG 搜索朴正文，可以見到唔少人模仿佢嘅呢個側面，一隻手揞住嘴同埋半邊面。當然仲有佢同華莎跳舞，都係網民模仿嘅對象。韓國影視界過往出現過唔少次現象級爆紅，例如2024年背着線仔跑嘅邊有石、金宣虎嘅苦盡甘來遇見你，同埋佢嘅紅班長海岸村777，元彬甚至有多達3部爆紅嘅劇集。過往現象級爆紅嘅演員，絕大部分都係起源自韓劇，好似朴正文咁樣，因為一次音樂嘅現場演出而爆紅嘅演員，可以話係史上第一人。每次有演員爆紅，劉在石都會邀請佢哋上節目，You Quiz on the Block。朴正文其實喺2025年6月嘅時候都上過節目一次，嗰次佢係以出版社代表嘅身份上節目。冇錯啊，朴正文係個愛書之人，佢出版過一本散文集，書名中譯係有用的人。除咗寫過書，佢甚至仲開辦咗一間小型出版社。朴正文好多事都係親力親為，有片段就影到佢喺書展上面賣書。最近 Toxic Baby 睇咗好多網民嘅留言，有網民話想同朴正文講，而家唔係賣書嘅時候，係要拍愛情片嘅時候啊！無論點都好，愛書之人一定係有內涵嘅人。朴正文喺訪問度話，佢每日會花1至2個鐘頭睇書。關於朴正文嘅美談真係越睇越多啊！之後有機會再同大家分享。今集講到呢度先，鍾意韓劇韓星嘅朋友記得訂閱 Toxic Baby 嘅頻道啦。Toxic Baby 會分享韓劇同大叔韓星嘅消息，仲有記得讚好同分享 Toxic Baby 嘅影片啦。多謝大家嘅支持，下集再見，안녕，拜拜。